兄弟姊妹平安。伫武汉肺炎疫情真严峻，政府宣布全国实施3级警戒的情形下面，咱教会聚会甲个人的行动拢有受到限制。期待大家配合政府的政策以及自我的生活管理，会当较紧来恢复正常的聚会甲生活。用现在情景来看，今仔日的世界甲台湾，整个世界甲台湾就若亲像是一只船，拄拄好伫武汉肺炎所形成的大风暴中间在行。伊所掀起的大影来拍着这只船，甲船顶所有的人，互船顶的人着惊。检测船顶的咱，也会安尼问上帝：你检无顾阮嘛？咱企图要叫请上帝来照顾咱。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到41节，耶稣互风影消失平去的这个故事，就是伫这种的时刻，在咱的处境来讲话。耶稣甲门徒伫同只船顶，就算讲咱无觉察到伊的照顾，耶稣也甲咱同在，关心着咱。咱是爱凭着信心，信靠上帝的带领，知影也确信上帝的确甲咱同在。常时也尽咱的本分，做应该做的事。咱毋通亲像门徒共款，胆怯，行甲失去了信心，连家己会当做的，凭着信心祈求，拢无做。因为安尼，互耶稣责备，讲恁啥事遐惊，恁还无信心嘛？伫这个特别的时刻，基督徒应该发挥安定的力量甲角色。毋通互各种看起来若亲像是却毋是的言论来迷惑，反倒当爱伫即种困难佮充满着危机的时刻，会当体验着上帝同在的安稳，常时也有智慧通判断是非。毋望即个大风影会当真紧就消失。伫这段期间，有真侪人有拄着亲友过身，甚至无法度通好见因最后一面，心中抱着亏欠、失望甲痛苦。咱恳求圣神的扶持甲安慰临到伫因的身上，也恳求兄弟姊妹会当互相关心、安慰甲带导。我知影各教会牧者也拢尽各种的方法甲力量，继续伫宣讲上帝话来鼓励信徒。毋望大家会当得到激励，搁较毋望大家会当利用搁较济伫厝里的时间，保持灵修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常时也会当分较济时间来陪厝内人，咱的长辈、咱的母囝，来修复以前因为无闲的工作欠缺时间来建立亲子也是夫妻的关系。教会内面有真侪伫第一线咧工作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保守恁出入拢得到平安。恳求大家继续为着台湾来祈祷，会当有够额的疫苗，通互咱台湾人来注射，全国顶下会当齐心来抵抗这个疫情。佮较祈祷上帝更新咱的心灵，互咱有真美善的心，会当感谢遐为着咱付出的人，互咱做伙努力。也祈求上帝保守台湾甲全世界，早日会当对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痛苦的中间来脱离，互咱会当搁一摆做伙踏入上帝圣殿，敬拜俄罗伊。
这时要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拯救咱的主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也掌管世间万物的主上帝，愿感谢你无尽的恩典甲慈悲，特别伫 COVID-19 武汉肺炎的疫情中，人心来惊吓的这个世代。这个世界的生活模式已经改变，总是阮深知你受恩的手，将来未捌收回。凡那倚靠你、求救你的人，你的确找圣神，用看作特动的方式，暗中保护甲引带。因为安尼，阮要大大感谢你。愿在这个世界的主权在伫你，虽然 COVID-19 武汉肺炎的疫情带来死亡、病痛。生活无方便，经济大受影响，也互人甲人的关系疏离，人的心也因为各种新闻消息低到惊吓不安。有真侪事，阮无明白是安怎会发生，阮也想要知影答案，却得袂到。不过，阮犹原顺服伫你所排比的一切，来学习其中的信仰功课。我们耐心等候疫情的消退，亲像那一家人伫大船等候大水消退共款，来迎接新的未来。求圣神保守阮的心神。虽然现今伫生活中有侪的无方便，总是想到伫阮的头前，还阁有侪人为着保护百姓咧打拼，阮就心存感恩，也为因来祈祷。人的心力甲能力的确有限，求主加倍赏赐智慧甲眼光，伫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所有官员，以及疫苗的开发人员，佮保护徛伫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警消人员，因的心身拢健康，无论是台湾本国，还是世界各国。互因拢成做你施恩的工具，来保全这个世代的人。这是一场全世界对抗邪恶病毒的战争。愿恳求上主你光照所有的人的心，因为魔鬼安那好势借着这界来吞食世间人善良的心，制造更较侪的攻击甲混乱。所以恳求圣神兴起你的百姓来守望祈祷。来成做这个惊吓不安、甲互相无信任的世代的安慰者，也做伙毋望上帝拯救的恩典，直到对心底诚实见证讲，阮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伊的慈爱永远伫地。阮安尼恳求祈祷，是我靠阮的大牧者主耶稣宝贵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愿恁平安。兄弟平安，只是安静咱的心，进入近早起的礼拜。
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通意爱，我乱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我的心永我的上帝欢喜唱歌。这是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9首，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即欢喜，咱请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徛着，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跌倒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
这时咱来启应，启应文56篇，启应文56篇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我来启，兄弟来引，这是咱同齐来启引。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有。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伫伊内面有活命，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意思因有权成做上帝囝儿。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族裔，嘛毋是对查某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成做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原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稳定，稳上加稳，赐福互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稳定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爸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这是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当阮伫遮敬拜你的时，愿满心感谢阿罗主，因为你是阮的倚靠。现时台湾全岛的人的心拢真惊吓，瘟疫、病毒走来台湾，病毒伫倒位，阮拢毋知影，只有将喙暗挂好，毋通拍拍走，全心倚靠你，时时祈祷。因为阮毋知影明仔载会怎样，但是阮知影你掌管明仔载。主啊，这个世界充满虚华，阮的心也渐渐受到影响，只顾家己的代志，无将主的话放伫心底，自然就无属灵的生命。求圣神来充满阮，互阮在罪悔改，阁有美册的灵，会使分别啥物是世界，啥物是属于上帝。亲爱的主，牧师用心拍开圣经的真理，爱阮信徒对圣经有正确的认知，行为爱遵守圣经的准则，以耶稣做典范，圣神做阮的引带，阮的性命互耶稣做王，荣耀归伫上帝，建立属于上帝信仰的体系。求主开阮的心目，互阮了解，阁记会牢牧师所讲的话。改变阮的生命，有勇气去做对的代志。愿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伫历代志下卷7章14节。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记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以上愿听叹上帝话的人，有上帝满满的祝福。这时，咱请音乐侍奉团来学乐，伊要带咱来学乐的诗歌是带我进入你的同在。
愿一切水的歌声，成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互主欢喜甘乐。这是咱今仔日本堂的牧师林耀西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重返荣耀。将以下的时间交予牧师。来，兄弟平安，感谢主，因带咱安尼平安经过即个风风雨雨的前半年。伫即半年，毋知影安尼你伫咧你所经历到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境况？检测有人安尼踮伫咧即个惊吓的即个阶段，因为有人安尼还未注疫苗，来感觉惊吓失措。是有人安尼接到通知说，安尼要通知要来注即个疫苗，心中较有侪即个俗世的款无合上帝心意的言论，滴到内心内面，安尼受到搅扰，安尼到底爱主是毋爱主？这个拢是安尼撒旦踮伫咧即个世间安尼所赢的即个政治，伊爱互咱安尼注目伫咧这个无属上帝的信息。通互咱内心感觉惊吓失措煞袂记你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因为上帝早就已经将即个属灵的疫苗互咱咯伫咧前面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心互孤单。若是伫咧即个和合本的即个修订本内面的翻译是讲叫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能治好疾病这个是和合本修订本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安尼咱安尼搁着爱惊什么咱应该开始来学习咱的上帝的荣光，甲着伊的慈悲怜悯，伊要使安尼平安甲欢喜，互凡事倚靠伊的百姓。因为主伊嘛捌讲，伊讲我知影我所对恁所存的意思是守事平安的意思，毋是降灾祸要互恁尾境有盼望。弟兄姊，既然主的日近伊的确互咱伫即个尾境的日有盼望，这是因主讲的，也的确照着伊所应允的，赐落平安互咱。另外，安尼，咱即一年安尼读完圣经一遍，已经伫咧即个6月底，已经安尼满一年咯。然后兄弟确实完成的人请你将即个安尼读经的记录交到伫即个教会办公室的所在。教会要赠送一个真精美的即个礼物来互恁。若是无完成的人咱嘛免失志7月底，咱7月起开始，咱搁一个新的一轮的一年读完圣经一遍请互即个圣神来引带咱安尼坚持来读完圣经一遍搁一届也搁一届提醒咱咱众兄弟，如果你还未登记伫你身躯边有几个人同齐伫咧看即个礼拜的即个首播的兄弟，请会记你伫咧即个你的电视还是手机还是一个即个平板电脑面顶来安尼登录总共有几个人伫咧即个即个头前安尼来伫遐来观看感谢恁。这是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伫今年。虽然前半年，阮伫即个安尼风风雨雨的中间，主，阮感谢你悠然保守阮，互阮伫主你的恩典中，拢得到保守，拢无得到恶担当的事。主，阮也恳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过来的日子，拢伫主你的保守内面，互阮拢无。继续无拄着恶担当的事，特别阮伫阮的信仰顶面，也求主来坚持，互阮会通安尼会晓得守条主你爱阮所守的
安尼迄个水的信仰，互阮会通活出主了阮活出的款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文是伫咧即个大卫王朝安尼上兴旺的迄个时期。迄个时，当所罗门王安尼为着耶和华的殿所做工拢完所以即个所罗门将伊的老爸大卫所献互遐的物带入去伊的迄个银是伊的金伊遐的器具下伫即个上帝殿内的即个府库内面。当伊安尼献殿迄个献殿礼耶和华祈祷了后。伫咧暝时，安尼耶和华出现伫咧即个所罗门面前，伫遐来甲伊讲话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就是伫咧迄款安尼一个背景。只不过安尼伫咧即段话，其实是爱对12节一直头到22节无需只有简单安尼取着其中的即个第14节。兄弟，咱通家己搁将即个12节一直到安尼22节，咱会通详细来读。咱要对即个经段搁一摆来思考，着怎样倒转到迄个荣耀安尼迄款的境况内面。当时安尼耶和华回应所罗门王的祈祷，伊互所罗门有几种的即个假设。伫咧迄个家庭内面有即个关密天地久无落雨命令草莓食伊的土产，互瘟疫安尼流行伫咧我的百姓的中间。百姓若因为遮的苦难，通回转归向伊，上帝讲怎样讲？伊讲我的百姓安尼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安尼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煞则上帝伊个继续安尼讲，伊讲，恁若活转来弃杀我的律例，我的诫命，就是我下伫恁的面前的，去服侍别个上帝来敬拜伊，我就要对我收拾因的地。背因的君，搁我为家己的名所分别做成即间殿，我要对我的面前弃杀伊，互伊伫万国中做画饼，安尼受讥刺。所罗门王大概无想到，安尼伊对上帝对伊所讲的即个话，安尼伫咧无偌久了，一件一件安尼来发生。咱当对即个以色列过去的即个历史的中间，咱就通知影，以色列人经历过几若摆，安尼被联军安尼讲连根拔起来，联军拔出来，安尼圣殿被毁，安尼命运。大先是即个安尼北国被灭，即百姓受掠到伫即个巴比伦。第二摆是即个南国被灭，百姓犹原受掠到安尼，迄个被波斯所灭，百姓受掠，圣殿被毁。第三遍后来伫咧即个第二遍后来，虽然安尼即个尼米以色列百姓回归重建圣殿，有一段的即个属灵的复兴，但是无偌久，犹原共款个联军飞出来。第三遍就是即个安尼反犹太人，安尼罗马帝国的时期，犹太人反抗即个罗马帝国，圣殿搁一届安尼被拆毁，搁用火烧，简单留落即个西边的一道围墙，即个也就是咱现在若去到伫即个以色列耶路撒冷所存的一道即个圣殿的围墙。当时罗马帝国安尼伫咧即个圣殿所在所踮的即个所在，安尼下面顶面安尼起一座即个罗马
安尼上大的神明，安尼丘比特的即个神庙，佮将即个犹太省改名叫做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后来主后637年，即个回教伊斯兰教即个阿拉伯的即个帝国兴起占领即个巴勒斯坦了后就伫咧即个圣殿的即个所在即个顶面，安尼起一座即个叫做奥马清真寺，即个安尼就是咱咧讲的叫做金顶清真寺，搁伫咧伊的即个隔壁无偌远的所在，后来搁安尼起另外一座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第4摆就是即个德国的即个希特勒，安尼伫咧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迫害即个以色列人。芦苇手因直到安尼1948年的5月14日，才搁一届重新来独立建国。为怎样以色列人会经历遐尔济遍的灭国，甲着圣殿被毁？只因为因弃杀上帝律例甲诫命，去服侍别个上帝来敬拜伊。遮讲的别个上帝，毋那是干那即个外邦的神明、偶像安尼那定，佫包括着咱所讲的即款安尼俗世即个体系，安尼毋通袂记得，除了服侍外邦的神明以外，犹太人是全世界上会晓趁钱、最胜利的即个民族。撒旦就安尼伫咧因中间也做即个俗世体系的迄款的政治，互因不断用着各种的方式来弃杀上帝的律例甲诫命，所以上帝就将因安尼一摆搁一摆安尼交伫对敌的手中，甚至弃杀用着伊家己的名所分别做圣的殿。上帝既然安尼无连家己的即个名所分别做成的殿，拢无疼惜安尼今仔日咱踮伫世间所起逐种的迄个巴别塔，上帝搁较无理由互因继续安尼起造落去，的确会互因来停工，亲像伫咧创世纪内面所记载迄款的巴别塔。所以咱今仔日咱犹原用着各种的方式伫遐咧起造属伫咱家己的即个巴别塔，为着要高举咱家己的名。亲像咱最近安尼真热的即个疫苗，即个开发出疫苗的即个国家因就通控制其他的国家取得即个疫苗的迄个日期甲着时间，甚至压迫着安尼相对弱势的国家，用着无公平的方式，有时是安尼政治力介入，连有钱嘛买袂着；有的是用着安尼讲趁即个国难财的即个方式，什么人出关价就卖互什么人疫苗，这拢是撒旦所压的迄款的俗世体系政治的迄款的结果。佮亲像有人是政党，是甚至是基督徒，安尼只简单因为有人无下家己的心意，无听家己的话，就用尽办法扭曲、抹黑安尼造谣的手段来去打击对方，甚至用着安尼非常恶毒、欺骗的话来攻击对方，毋通掠做基督徒安尼信主就袂有安尼的代志。一寡俗世体系的基督徒正在做安尼的代志。耶稣检视就是互遐个假好的这个宗教领袖，用着假见证、假的干净来将伊钉伫十字架顶嘛。那咱转来到伫上帝头拄安尼恢复迄个所罗门王的迄个祈祷，伊互所罗门王迄个
迄几种的迄个假设，安尼伊伫遐讲着安尼，迄个关目吼，关目天地狗无落雨，命令草莓食伊的土产，互瘟疫流行伫我的百姓中间。当咱看见这的时阵，咱毋知有感觉讲，真认识。即中间有几若项拄好伫咱的中间伫发生。其实上帝已经将即个倒转去荣耀迄款的安尼的答案，已经早就已经甲咱讲啦。伊伫咱今仔的经文内面，伊安尼讲，若家己安尼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我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地。咱什么时阵我转离开这个歹路，就什么时阵安尼入去到伫复兴的这个阶段。爱知影安尼，咱多好正点伫咧这个俗世的体系这个中间，不断受到这个体系的影响，甲着安尼引诱。偌尔侪基督徒不知不觉，就安尼跋入去伫即个体系的陷阱的内面。这也就是安尼，即几礼拜牧师一直不断伫遐咧强调的。当基督徒若伫遐来离开主耶稣的教导，无掠耶稣基督做模范，嘛无用着圣经来做标准。当拄着这个利益冲突的时阵，圣经参考就好。当圣神伫咱的心中咧，甲咱对咱责备的时阵，佮对咱讲话的时阵，就自动将咱家己的迄个心目安尼牵起来，叫做有看无着，有听无见。自然，咱原本迄款安尼上帝儿女的迄个荣耀的迄个名分，就安尼一点一滴，安尼一滴安尼受着即个拆毁。所以，当咱安尼意识到咱家己迄个荣耀、迄个名分受到拆毁的时阵，咱需要是甚物货？是爱叫做毋对就改，跋倒就爬起来。这是倒转去荣耀的开始。伫咧倒转去到荣耀进前，咱需要有复兴，也就是咱讲。所谓的叫做安尼复兴，也是讲重建迄个大壁拆毁的帐幕，也是讲帐篱，重建大卫拆毁的帐幕。所以复兴这个动词，表达了互一项的迄款的代志事物恢复迄个生命的迄个意思。上帝创造人的心意，是爱人，咱讲生团做，佮甲着伊同做王，同齐来管理一切这受造物。因为人跋倒犯罪，失去了这个爱电乐园的管理的这个权利，失去甲上帝同在的迄款的安尼特权。嘛失去上帝创造的时，迄个荣耀，也是讲荣光的迄个名分。同时，迄个咒诅甲着痛苦人口人类，人无够安尼看重迄个生团，反倒开始彼此来伫遐斩杀，是讲毁坏。咱人间第一件的即个上杀悲剧。就是伫咧即个亚当夏娃伊的囝儿的身上来发生。直到今仔日，人类跋倒的光景并无变好，反倒是哪来哪歹。上帝复兴就是恢复咱所失去的迄个荣光的迄个名分，互咱安尼倒转去到伫起初上帝原有的迄款的伊的心意内面，人。对倒位来跋倒，就爱对倒位来重新来恢复。亲像咱头前咱所提起的亚当夏娃安尼跋倒，是因为伊选择接受即个俗世即个体系，想要家己来做上帝，
安尼，若要恢复所失去的阳光，人必须爱将这个主权来安尼交转去互上帝，互耶稣做王，才会通安尼建立一个属上帝的体系。安尼迄款的信仰，上帝应允讲，遐个美景，啊种遐个末日得胜的，的确要甲上帝做伙来伫遐掌权啊。那互咱安尼，咱摕转来迄个管理的迄个权利，佮恢复生团迄款安尼性命力，互咱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共款。初代教会啊，捌安尼经历安尼的迄款的复兴，伫咧末后的即个时代，上帝搁较要互咱经历迄个咱讲安尼绝无仅有，啊，绝无仅有，就讲空前绝后的迄款的大复兴。迄时咱讲万国万邦拢要伫遐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安尼迄款迄款的阳光，复兴是对安尼内在内面安尼来开始的，嘛是安尼的确伫真济所在内面安尼会通来受到，安尼讲感受到，亲像的确安尼复兴的确带来迄个生命的改变，人会安尼搁较亲像耶稣，复兴也的确安尼。对即个社会带来迄款安尼的影响，改变社会风气，影响即个社会的文化，也是艺术等等，并且创造即个历史亲像初代教会的迄款的复兴影响到迄当时的迄款的社会。安尼末后的时代所要经历到迄款的复兴。毋只是干那一间教会，也是讲一个真局部的地区的迄款的复兴，乃是规个地区、规个国家，安尼规个世界的迄款安尼复兴，嘛毋是暂时迄款的复兴，乃是持续安尼继续直到耶稣过来的时，安尼迄款的复兴。复兴毋是一个口号，乃是一个行动。复兴袂通只留伫咧安尼，伫咧讲嘴讲的安尼若定，必须爱有人愿意为着末后上帝国的复兴，安尼完全无保留来付出迄个代价。所以咱若真正爱要看到复兴，就无过是安尼讲算的，乃是爱安尼，咱讲。是属伫咧拼命的，是爱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亲像初代教会的即个司提反，以及着耶稣的门徒，迄款无保留为主受苦，甚至为主来伫遐顺道，直到伫迄个中间，伫遐来顶挡了迄个当时的迄个世代。所以弟兄兄弟，当咱伫遐预备要进入伫咧。迄个大复兴，也就是要安尼活转去到伫即个倒转到伫即个荣耀阳光的即个阶段，有几个原则，咱需要安尼去实践。第一个就是咱需要安尼去经历即个国活耶稣毋是迄个肉身的耶稣。咱所信的即耶稣是对死国活的耶稣。伊为着咱的罪死，是因为伊是基督；伊为着咱国活，是因为伊是上帝的儿子，毋是迄个肉身的耶稣、历史的耶稣，也是迄个宗教的耶稣。咱要进入伫咧即个末后的即个大复兴，毋是干那一个只有肉身，也是有道德。有智慧安尼迄款的耶稣，咱是需要迄个经历已经对4年过安尼彻底安尼太赢罪恶，甲着死亡世界，甲着肉体以及魔鬼撒旦的迄款的得胜国活耶稣，是
即位耶稣，伊要带领咱进入迄个末后的大复兴。愿国外耶稣安尼照着伊国外的迄款的大权能，互咱会通真实经历着耶稣真正为着咱安尼对死国外，就是安尼的迄款的经历，互遐的原地本地惊吓安尼惊死密起来的遐的门徒，后来开始伫遐勇敢伫遐来宣扬耶稣是主，耶稣已经过啊。第二咱所需要实践的是迄个安尼叫做讲复兴迄个上帝国，毋是复兴以色列国。耶稣伫咧过啊42句安尼，甲门徒做伙，伊只干那讲一件代志，就是上帝国的代志。因为耶稣伫咧得要上天进前，所以伊所讲的每一项代志，拢伊心中所看重的上宝贝，看做宝贝，只有简单一项事，就是上帝国的事。但是门徒伫遐跟对耶稣42句简单只关心一项代志。因伫遐来对耶稣问讲主啊，你要伫咧即个时将主权恢复互以色列是无？所以咱通看见遐个门徒伫咧经历圣神充满进前是充满了迄个最的家己，也就是以迄个以自我最中心，安尼，所以咱要安尼进入一个迄个看无家己，毋是我的意思，是上帝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毋是要复兴我个人、我的家庭、我的教会安尼那定。上帝的计划是啥物货？是要复兴上帝国。上帝国复兴，咱才通安尼得到真正的复兴。所以咱的复兴爱甲上帝的复兴，讲爱甲上帝国的复兴，安尼讲连结做伙，建立上帝的国，复兴上帝的国，甲你我拢爱伫咧即个上帝国的内面，上帝国复兴，咱就复兴。咱的家庭、咱的教会拢会安尼。因为上帝国复兴，咱也对咧复兴。来第三，咱应该是爱倚靠圣神的气力，毋是倚靠人的气力。建立上帝国，迈用即个末后的即个大复兴，毋是靠着人的气力，乃是倚靠着圣神的气力，靠家己来学习耶稣的迄个模范。遵守圣经的即个标准，体贴圣神的引传，这是真恶劣的、真困难的，做袂到。因为人类讲人的即个能力是做袂到即款属灵的、属上帝的代志。只有上帝神伫咱的内面，安尼靠着圣神的气力，咱才通遵行上帝旨意，才通安尼真实落实属上帝体系安尼迄款的信仰，也才有能力来做主的迄个见证人。所以咱真正要安尼改变真重要的观念就是啥物货？咱要诚做一个要改变咱真正要来改变。真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听起来真容易，做起来搁较容易。是因为是耶稣咧做，毋是咱咧做。因为耶稣已经过啊，伊的神已经踮伫咱的内面，要帮助咱活出迄款耶稣的迄个生命。当咱感觉真困难的时阵，就表示咱又搁一摆来伫遐用着咱的家己的头脑，要靠着家己，所以会感觉做这项困难，做迄项困难。当你感觉困难的时阵，咱应该赶紧来悔改，伫遐来对主讲：主啊，我搁再来选择错误咯，我又搁伫遐来倚靠家己，用着我家己的头脑，我现在要选择来倚靠着圣神。
用着我的心。迄时，当咱安尼伫遐来主祈祷，咱也用着咱的心，用着我靠着圣神的时阵，你迄时你会感觉安尼会哪来哪容易毋是马啦，毋是咱讲毋是马上变好，但是是愈来愈好。第四，耶稣伊爱咱安尼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伊的见证。伫咧和合本的圣经内面，伊翻做讲我的见证，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啥？伊是讲真做我的见证人。所以伫这个中间，人比这个代志，也是讲比事较重要。做主的见证，迄是代志；但是做主的见证人是咧讲着人。上帝是爱咱这个人真做见证，毋是咱嘴所讲的话真做见证。毋望主帮助咱，拢要真做见证人。见证人就是咱的性命、咱的关系、咱的时间，要活出迄款有耶稣的性命，活出耶稣的关系，活出耶稣的这个时间。咱的性命、咱的这个人，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咱本身咱爱活出迄款安尼有耶稣的所爱咱活出迄款有见证的一个人，毋是咱伫遐咧讲着别人的见证。乃是咱家己伫遐个所在活出来，讲出主怎样来改变我，安尼迄款的见证。见证的目的就是要荣光耶稣，荣光上帝，互人看见耶稣哇真厉害。耶稣伊是遐尔有恩典，毋是你真厉害，毋是咱真厉害，咱要将荣光拢归予耶稣。焦点要安尼放伫咧耶稣的迄个顶面安尼当咱大家拢安尼做的时阵，大家通安尼伫每一个人的身上看见耶稣伫咧每一个人的身上所施到迄款的恩典甲着迄款的怜悯，咱就通甲着咱的这个同信的兄弟伫遐同齐，伫遐来感谢，伫遐来将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所以，连兄弟牧师同款要阁提出3个问题，互咱阁一届来重新来思考。今仔日牧师所分享的，咱也阁一届重新来安尼来复习。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心意到底是甚么货？为什么人会坠落，失去原来迄款的荣光？咱会通好搁一届来思考。第二就是上帝怎样帮助咱恢复失去的迄款的荣光，互咱会通转去到伫起初上帝的迄个心意的内面。第三，咱要就是讲迄个复兴所带来迄款的生命的改变是对内在开始落实迄个属上帝体系的信仰的这个过程中间。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有啥物所在需要安尼得到具体的复兴，咱会通好好搁一届来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伫安尼过来的日子内面，咱会通好好来活出主爱咱活出的款式。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你捌讲我的百姓用着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我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主啊，但求你照着你所应允的，听阮恳求的声，也帮助阮圣神亲自来光照阮。互阮会晓得欢喜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来求见你，来向主你祈祷，活转阮歹路。主你就要伫对天来听阮恳求的声，也要赦免阮的罪。
移伫阮即块土地，因为阮得罪主你侪侪，直到阮看见阮台湾安尼一段真长的时间，阮欠水，阮甚至阮过去所努力积聚的，伫咧即届疫情，有人就安尼受到损害。主，阮搁一届恳求你帮助阮。当阮伫咧面对着阮所失去的时阵，互阮会晓得搁一届来亲像。主，阮得罪主你啥物款的代志，互阮会晓安尼回转，转去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向主你恳求。互阮伫咧面对着阮安尼台湾安尼瘟疫安尼伫遐咧创行的时阵，主，阮无任何的惊吓，因为阮知当阮活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向主你恳求的时阵，当阮欢喜谦卑，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的时阵，主你要搁一届来对天呢听阮恳求的声，赦免阮的罪，医好阮的地，也要医好阮的病。求主怜悯阮，帮助阮，互阮过来的日子，阮会晓得随时来反省阮家己，随时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来向主你恳求、谦卑祈祷，求见你的面。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179首，圣诗179首，荣光归伫圣地上帝，请起立，咱吟全首。请坐，这是咱的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主所欢喜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法度实体来聚会，因此咱的奉献会使透过周间摕来教会，也是敲电话给牧师，或者是家军干事，互因来代收，嘛会使用账号，咱这边有这个邮局的，会使来汇款。
济。这是咱来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本周的金句。咱同齐来读。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搁一摆，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若家己谦卑祈祷，求见我的面，活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这是咱来看报告。本主日是总会社会福利事工的关怀主日，平安基金会所属的社福机构，结合教会甲社区来推动双福事工，服务上年的长辈、省长的朋友。劳工、海外移民、单亲的家庭以及弱势族群的身心灵需要，邀请你来为社福的需要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因为疫情的关系，鼓励各团体小组来采用线上的聚会，互集体连结，甲彼此用个互相关心。第三。因应疫情的影响，无法度举行实体的礼拜，所以会友的奉献较无方便。为着互兄弟的奉献无受到疫情的影响，伫今仔开始，欢迎兄弟利用敲电话，互牧师或者是家军干事事先约定时间来代收奉献，互圣工无因为疫情来停止。来共同来成就上主所欢喜的圣工美事。第四，本会提行今年读完圣经1遍，伫个6月份已经满1年。若有完成一年读完圣经的兄弟，到时你将1年份完整读完圣经的读经卡记录摕到教会办公室，教会要送你一份真好一水的礼物。互今年读完圣经1遍的兄弟。具体消息：林美义姊妹的母亲林秀宽女士安息主怀，伫个6月24星期四已经完成告别礼拜，愿主安慰的灵亲自来安慰伊的家族。第二，本会陈林珠姊妹的母亲陈林秀英女士伫6月26暗时。是安息主怀，感谢黄明忠牧师来合作办理后事的事宜。预定7月8号要来举行告别礼拜，愿主来安慰的灵，来亲自安慰因的遗族。代祷的事项，咱每周拢有代祷函，咱每一个人每天用心专心来替。代祷函的事项来祈祷，注意事项。咱因为疫情的关系，目前已经是还搁伫第3级的警戒。目前要延到7月12，为着要降低群聚感染的危险，咱中会、区会的逐个教会主日礼拜团契的聚会，拢暂时。停止实内的实体的聚会，改用线上的聚会。其他的咱家己来看。这是咱下头来祈祷。主爱天父，对去年到今年，因为疫情突然。传染全世界，台湾也失去控制，有社区的感染，这一波比一波搁较可怕的超级病毒，吞食真侪人宝贵的性命。求主怜悯，互台湾的疫情得到控制，
阁顺利买到有够用的疫苗，阁求主来保守疫情指挥中心、医疗人员、警消人员、甲百姓的生活管理，恳求圣神扶持甲安慰。亲爱主，最近全省大雨直直落，风雨大雨，各地的水库大部分拢有灌满。原看见田里的潮水嘛已经成熟，农民已经开始咧收割。感谢主，固守台湾。伫个教会的事工，求主你互阮逐团契同工、兄姐以及长职互相带导连结，彼此谦卑合一，顺服伫上帝善良顺全的旨意，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主啊，教会中，阮的兄弟王一兰、路人杰、曾正论弟兄，求主你互因的病得到医治，恢复健康的身体。心中烦恼忧愁的兄弟，求主你甲因同在，赐予因信心、全心倚靠你，才有真正的喜乐的心。主啊，即届疫情嘛有影响到兄弟工课甲经济，求主你看顾保守因的需要。主爱天父，圣经讲，上帝的百姓若谦卑求讨，祈求伊的面，越转离开因的歹路。我要对天听因，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我要目睭看，耳孔听，伫即所在所现的祈祷。主啊，求你监察阮的内心，看阮有啥物歹所行无，赦免阮的罪，引带阮行永生的路。求主听阮的祈祷，安尼恳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吟上吟圣诗387首，圣诗387首，荣光归伫圣父上帝。吟煞，咱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这时，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赞扬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当阮安静伫主你的面前，搁一摆对主你的话受到提醒的时阵，主阮恳求你，听阮恳求的声，互阮会晓得时常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来向主你求讨。也愿你亲自圣神不断来光照阮，互阮会晓得看见主耶稣真做阮的模范，圣经真做阮的标准，圣神真做阮的引带，互阮会晓安尼伫阮的生命中不断来互耶稣做王，互耶稣得到一切荣光。互阮的生命不断来伫遐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就是迄个安尼满满有上帝体系迄款安尼的信仰，来互阮会通搁一摆重新安尼活转去到伫即个荣光上帝的囝儿儿女安尼的迄个名分的顶面，来去得到迄款安尼的名分。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
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袂听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